在地上大条来关心，用超过60年的台北市立第一殡仪馆昨昏开始拆，按算会拆5个月。拆掉了后，这个所在土地会先摕来做停车场甲绿地。当地里长就表示，当地人等这工已经等60年啊，希望未来会当互附近会当个兴旺起来。也若台北市政府是表示，第二殡仪馆即马已经全区使用，礼厅、冰柜拢有增加。对今年1月份试营运甲打嘛，拢真顺时。水车泉水兼接土粉怪手当地拆除作业，为1905年启用的台北市第一殡仪馆行过一甲子。因为第二殡仪馆的2期工程完工，一并正式行入历史，功成身退。拆除工程工期一定要5个月。在地里长表示，居民已经5望60年啊。大家很高兴啊！现在最近的附近的房价都已经在波动。先问卷调查，问看看里面他的倾向是 AI 的还是商办大楼的，再跟都发局做一个报告。居民期待地方较发展的，不过一边正式拆除了后，需要一段时间拍地，初步会先做临时停车场甲绿地。你办公室最近我来展开问卷调查，包括社会主体、社会福利相关单位、商办大楼、台北市 AI 园区。地爽量的部分，台北市殡葬处表示，二边已经全区使用，礼厅甲冰柜拢有增加。为今年1月份试营运到即马运作顺利。二殡2期完工之后，我们礼厅总共是来到28厅，那比之前的21厅还要再多7厅。那冰柜数也来到了13、14，比之前多了360柜。目前这张需求都可以 cover 得住。殡葬处是讲，二边量能会当支应，不过议员嘛点出其他问题，包括交通动线无好，二边停车空间伤小，而且位无济。虽然市政府有规划互车停去附近的停车场，不过地点离二边较远，恐惊会造成民众不方便。除了二滨停车场、水岸停车场的建制，还有增辟接驳环人专车，对于望日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提前，包括分局、殡葬处以及交通中心来事先做相关的疏导。周万安表示，二滨市是为会搭配行人专用的设置，也有整体交通优化、科技执法者的作为，希望透过多方面做伙做，减少周边交通的压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